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日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又搁增加3例本土病例，拢是桃园机场防疫旅馆的员工，另外嘛增加4个境外的病例。总统今仔早起签署劳工职灾保险法，受伤还是失灵的劳工会愈有保障。总统嘛讲，加薪减税，政府会搁继续拍拼。以色列北部今仔早起举行犹太教的庆祝活动，现场发生人打死人的意外，至少有44个人死亡。新闻一开始来看，过来今仔又搁增加4例境外病例，搁有3例本土病例。这3个本土病例拢是机场防疫旅馆的员工。目前防疫旅馆已经有4个人胃着病了。咱嘛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有新增4例境外移入，那3例本土。那本土的案例主要都是诺富特，我们昨天这样裁剪的一个结果。那总共是3个案例哈，那1127、1128、1129哈。那其中1128是我们早上哈，就是在这边有3位发烧的，好，然后送到医院去。那3位里面有1位哈是1128哈，就是20多岁男性，他是旅馆防务部的员工，哈，他没有出过事。那1127是本国籍20多岁的女性，哈，那是这个防疫旅馆的餐饮部的员工，那近期无出国史。那1129是本国籍的60多岁的女性，她也是在防疫旅馆的防务部的员工，那没有出国史。那相关这几位，我们总共昨天大概总共的员工是207位，那扣掉前一天确诊的1120是206位，然后再扣掉发烧的情况，那送到医院去的，剩下是203位。那这203位有2例是阳性，那201位是阴性，那全部都已经采检完毕。那预计这2天我们再继续采血清，采血。华航技术感染事件个滚价嘛，头一届出现防疫旅馆的员工胃着病，目前防疫旅馆拢总嘛已经有4个员工胃着病，但市长表示这是一间防疫旅馆的群组感染。所以，疫情指挥中心会针对动线的管制、人员的出入，各有隔离的办法来做检讨。基层医疗协会是表示讲防疫旅馆的员工算是高风险的族群，健保卡的顶头应该爱做记号。基础检疫风暴继续扩大，第一摆出现防疫旅馆员工染疫，无排除是饭店群组。周边机场接运站也全面加强消毒。桃园市长郑文灿30早起到记者视察防疫作业。伊受访时阵表示，机场园区诺富特饭店是由民航局督导甲航空公司自主管理，也可以追踪判断防疫航班伫倒位。CDC 的防疫医师应该会针对华航诺富特饭店它的这个动线管制、人流的进出，以及这个隔离的一些对策是否有落实他会进行比较深入的检讨。针对染疫，防部主管捌3摆到诊所看病。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基层医疗的送检动作受较慢。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永贤是表示，防疫旅馆的员工是社会高危险群，应该在健保卡注记，让医疗院所会使提高警觉。身为防疫旅馆的员工，应该要仿效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病人。有症状的时候，应该要主动跟卫生相关单位表明，不应该直接到医疗院所去看诊。受诺富特饭店员工确诊，200名技术员被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的冲击。中华航空宣布，先调整取消客运航班，即马开始到5月15，取消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长途航线12个来回航班，也就是24架次货运部分目前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5月7日劳动节，蔡总统今仔早起签署劳工职灾保险法，未来这个灾害受伤也是失灵的劳工会愈有保障。总统嘛表示讲，劳工朋友上关心的加薪减税，政府会搁继续拍拼来减轻劳工的负担，嘛鼓励企业帮员工来加薪水。这是对劳工朋友相当重要的法案。
也是保障劳动权益的里程碑。以前职灾保险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中，保障也不够周全。在许多劳工团体的倡议下，我们提出了职灾保险单独立法的主张。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总统蔡文早起伫总统府签署劳工职灾保险法，嘛讲这是职灾保障的制度真重要的进步，嘛是当初伊提出来的政策，即马落实了。针对职灾的预防、补偿，佮有中间对劳工是愈有保障。劳动部嘛表示，会赶紧来定出相关的措施，强化宣导，互法案会使顺利来实施哦，落实政府对劳工的保障。再来看，虽然这几天有淡薄落雨，也毋过中南部的渴旱嘛是搁真严重。气象局表示，黄霜雨季大概爱等到5月中以后才会开始落雨，今年的雨量嘛有可能无介济。中南部欠水严重，什么时阵会当解决？气象局发布上新黄霜雨展望，预测今年黄霜雨季节5月到6月总雨量以偏少甲正常几率较大。今年的春天呢？虽然说温度还是偏暖，但是降雨部分呢是极端的偏少啊，尤其从去年的年中到今年的春天，整个同期的雨量是极端的偏少啊。这个反声音的影响啊，逐渐的减弱，但是5月呢还是会受到它的影响，比较长时间少雨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是会影响到5月。气象局表示，今年春雨明显偏少，是因为2月到4月份的东北季风较强，南部水汽无够，造成春雨只有气候达的5成。尤其中部以北极端少雨，雨质也创下同期上少纪录，推测可能甲当时的反圣婴现象有关系。展望今年黄霜雨季的雨量，气象局也讲，虽然反圣婴现象已经明显减弱，不过可能造成顶一季春雨变少的异常宽流，依然可能维持到5月。所以要出现大规模继续性的落雨的时间点，可能要到5月底。那从区域上来看呢，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南部下雨的时间会来得早一点。就气候上来看呢，北部通常会在5月上旬左右就慢慢会有一些降雨出现的。那南部要比较大的雨呢，通常要等到中下旬啊，甚至还更往后延的这种情况。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季台湾气温正常甲偏热。落雨方面，太平洋这一带落雨偏济，中国甲印度落雨也是偏济。台湾是落在偏少甲正常达中间，其中5月总雨量以偏少甲正常为主，6月是较大数，7月目前来看落雨正常的几率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地区目前是搁继续送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措施，也毋过为伫台中西屯的港尾里中清路的边仔有一条自来水主要的管线，民众是反映讲已经漏水几啊天了，拢无人来修理。自来水公司是表示，因为西屯区有12万的民众拢是靠这条管线在送水，所以必须爱先停水才会使来维修，会伫后礼拜选一个分区停水的时间，赶紧来修理。这条自来水管的外表看起来是已经真旧啊，毋那伫较芳的所在有水喷出来，水管下面也有自来水直泄出来，当地的民众看到拢感觉真无彩。缺水的时间哦，我想说每一滴水都很珍贵了，不看到这样漏，不停的漏，每天漏，就是太浪费了。在地店头家讲，即马佮当咧实施送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逐礼拜都爱底水备用，才有法度做生理。即马煞干那会当目睭金金看水，就安尼流现色。当地里长讲，日时迄天就接到民众通报讲，这条自来水管出现漏水的情形，到达已经几6天无人来处理。即马佮烦恼车驶过桥的时阵造成震动，和水流甲佮较严重。这个整个看到水冒出来，对啊，整个水管都破掉了。是因为锈蚀的关系吗？应该是锈蚀的吧，这是上次已经来报修过一次了。自来水公司表示，这条水管负责供应西屯市区文心路、港港宽路这带用水，因为是更讲长期风吹日晒造成洗身，即马已经列入要替换的管线，若是要彻底修理，就要规个停水，恐惊影响到12万户。施工的话，因为要停水，所以我们决定在下周2就甲区
停水的时间呢来施作。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以减压的方式来避免水管搁别开。即马特当要变9至11个以上，要甲水管拢换做生压管，也当咧清点现有的旧水管。现出时嘛已经甲恢复供水时的水压降低，要来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港区，昨早起9点外，有一只渔船去互货船弄着，伫要沉船，船长搁伫渔船顶头，情况是真危险哦。海巡署派出高雄舰去救援，甲船长再倒去高雄的新滨码头，因为货船已经驶走了，所以目前买了这只货船。倒船头我了，倒免搁洗啊，要点落啊。船长徛伫入水的渔船顶悬，非常的紧张，因为渔船敢若下一秒就要沉落啊。场面非常惊险。29号透早9点外，这只机顶的渔船伫高雄港西边2里处，互一只商船弄着。渔船的船头互弄掉半边，开始入水。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立即调派刚结束澎湖台湾滩护渔勤务返航之高雄舰前往协助。高雄舰迅速抵达案发现场之后，立即释放警备救难艇执行救援，并于10点成功救起了许姓船长。加载海巡接到通报了后，7分钟内就赶到现场救人，啊若无效果不堪设想。船长互接起哩高雄舰了后，海巡人员嘛赶紧去坦克互伊满的，并将伊送到高雄新滨码头。加载船长虽然有浸着水，但是身躯无大碍。你知道吗？哦，哎呀，伊遐毋是有在找朋友抓的。船长向海巡表示，商船弄到伊的船了后，无停落来，直接开走，所以但会当大约知影外观，无确定商船的国籍。海巡表示会甲高雄港警总队接续调查，追查肇事的商船。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这期参议院4月28投票表决，58个参议员全部拢同意支持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甲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有的活动哦。外交部对这期参议员嘛表示感谢。外交部我们对于捷克参议员的力挺支持，表达我方的诚挚欢迎与由衷的感谢。外交部我们会持续的跟捷克以及相关的友好国家强化双边的关系，积极推动我国参与包括其他的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还有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 等国际组织，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可以帮忙，更应该让台湾帮忙。这期参议院以58票比0票，全部通过支持台湾参加 WHA 跟 WHO 所有活动。决议的内容哦，嘛特别肯定讲两国双方的合作。议会嘛爱因的政府伫国际上来表态支持台湾。这期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伫去年8月份捌来台湾访问，深化两国的交流。咱国家这期有真侪方面嘛拢有合作。再来看，受到疫情的影响，两岸的小三通已经中断真久了。中国福建省暂时宣布讲，对5月初10开始，要有条件来放任台湾人入境的规定。住伫金门、马祖的民众利用小三通到福建，无需要隔离检疫。金门县长是表示讲，安尼是真好。陆委会嘛讲哦，目前伊嘛在评估小三通当时是要恢复航线。在疫情的影响之下，金门县甲中国厦门泉州的小三通，为去年2月初10开始，海上客运甲航班等到即马，卖票所在一片空，无看到旅客。不过，中国福建省自9宣布5月初10饭点开始，有条件放任台湾人的入境检疫规定，包含伫金门、马祖大连续28间的居民透过小三通入境，无需要隔离。台湾本岛居民应事先透过申请，顺大三通坐飞机到厦门了后，10时2天集中隔离，加上19天往返住所工作地点2边的医学观察队赛。金门县政府乐见这样的一个善意，因为金门县政府也一直不断的在呼吁，当疫情可控或者是在防疫的这些准备都能够充分准备的情况之下，我们赞成有条件的解禁。对中方的申请，金门县长杨定国表示欢迎，也呼吁中央应明确回应，在防疫量能稳准的前提之下，让小三通应复航，让金门的经济产业应搁活起来，也对两岸交流展现诚意。
陆委会表示，相关机关正在积极评估当中。陆方单方面对于我方特定的对象调整防疫措施，是否会造成我们防疫形成冲击，以及对两岸及小三通恢复正常有序的交流产生各种影响，还是需要由相关的主管机关评估。陆委会指出，会配合指挥中心对疫情的判断，各观察国际之间疫情的发展，甲两岸互动情势，来研究小潭通护航的代志，慢慢恢复两岸正常，而且有地事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最近要求人力银行业者袂使帮企业伫台湾找人去中国食头路，所有中国相关的工作机会全部拢袂使刊登，违法上当会使罚500万。拍开找头路的网站，点算想要找工作地区，毋过找找到部分企业开出去中国的头路，毋过数量并不多，只是因为劳动部发函予人力银行，免协助企业伫台湾招募人员去中国食头路。还个全面落实相关的工作，主动通知中材企业他们先去下架的，将来补正作业规定之后才能够再开，从3700多个选700多个。希望政府部门资料是公开的，业者的这个需求的时候，过多少会核准的，那当然是可以。工作地点显示在这个对岸的，就暂时先这个下架，母公司在台湾征才，那录取之后可能对岸的他所转投资的一些子公司、孙公司已经避免开所谓工作地点在大陆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政府还是要这个严加明确的一个规范。业者先通知企业将疑虑的头路全部下架，因为最近这几年来，利用科技战的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利用乌人加渗透这手法建立供应链，台湾人才阁是被锁定的目标之一，对台湾产业造成威胁。行政会开严相防治乌人才会议。将以两项条例相关规范，要求业者将就业地点勘察中国的头路拢先落地。大陆职缺广告的部分原则都是禁止的。台湾企业经过投审会许可去投资大陆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陆企业。在条件严格解释了后，只有到审批许可的台湾企业无受管制。另外，勘察半导体、集体电路或者是 IC 这的关键产业，若是违规会加重处罚。不过，外界质疑禁令可能会让企业无清楚标示外派地区，但招募了这个讲会引起争议。雇用后内部调派的，我们不在我们这个管制范围。可是，如果你本来在征才广告跟你预定要使用的这个雇用的形态有差异的话，它也会受到不实广告的一个管理。劳动部强调，相关的规范无代表民众都袂当去中国工作，只是限制免刊招募广告。如果5月初5会邀集人力银行甲相关单位参详，搁进一步研究裁量基准才事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针对最近警界产生的争议，监察院长陈菊今仔强调讲，重视公共事务自务自重是基本的原则。岗位陈警棍搁蔡中义嘛已经申请调查松山分局的代志咯。监察院举行90周年的学术检讨会，院长陈菊致辞的时阵表示，监察院自1931年创立的时阵开始，就要做好监督的角色，纠正公务人员甲政府机关的过失。希望透过举办检讨会、甲社会对话，建立一个会当整顿官界、澄清利弊、疏解民怨甲保障人权的监察制度。针对最近警方的风波不断，陈菊认为公众人物要自律自重。监察院。我想我们行使职权超越党派，各个政党之间内部的事由各个政党内部处理。当然，公共人物从事任何公共事务，自律自重，这个是必然。很基本的原则，尤其是最近歹徒撞入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讲歹电脑的事件，警方处理的过程敢有牵涉到暗藏的行为，引起监察委员陈景俊、蔡宗义的关注，申请主动调查。这个是非常有
瑕疵的，而且是隐瞒的，这是人民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多的一个是隐瞒呢藏在里面的。松山分局的案件继续咧炭烧，为着要压制风波，警政署长陈家钦要求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交出手机通调查通联记录，和外界质疑警方是毋是有内斗的情形。内政部长齐国勇表示，未做出个别的指示。这一点我没有就哪一个人涉嫌怎么样去做指示，我不做这样的指示，我就是要把事实做清楚，那事实要查清楚所以这一部分不管谁我们在调查的过程里面，那如果有任何违法犯纪，我们一律严办。敢有确定处分的残疾甲尸体，齐国勇讲会按照调查结果处理。另外嘛，讲到警方伫执法甲法纪训练顶面，爱搁再加强甲检讨。针对最近发生的案件，一定爱调查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各县市拢常常传出有议员诈领助理费，公民监督国会人民今仔是呼吁行政院应该爱主动修法，公开助理的名单佮薪水，互全民会使来监督。也毋过有地方的议员是认为讲，议员的薪水根本是无够应付红包、白包这个人情世事，政府应该爱提悬补助。今年东部甲南部连续传出地方议会议员涉嫌诈领，或者是使用助理费，互检调查。国民监督联盟全国各地会员代表30伫台东开定期会议，特别以议员诈领助理费提出讨论。江泽民保守估计，101年了后，同款案件有20部件，毋过大部分以欠债不实结案。有议员以亲属人头领助理费，以贪污治罪条例被起诉，存在经济不公平现象，要求行政院主动修法公布议员助理名单。如果今天这个议员他真的觉得说他的小孩、他的家长有这些议员助理的专业，好，那没问题，你让他们当助理。但是，请公开这件事情。如果民意代表甚至立法委员不敢去修这个条文，你行政院就应该拿出 guts 自己来修这个条文。江泽民呼吁行政院应该主动修改地方民意代表费用自己甲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要求地方议会将助理资讯公开伫议会网站。不过有地方议员表示无奈，这反正都会引起更较侪争议，政府应该修改议员的台步或者是补助。比如咱宗教信仰啦，等等的人情世故。好歹事等等，讲这之出咱一般的民意代表操拢爱走路啦。不过，江泽民也是强烈呼吁政府带头主动修法，在修法完成进前，议员应该主动公布公费助理人数加申请的费用，互全民检视这样杜绝助理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色列北部今仔举行犹太教的庆祝活动，发生意外。当地媒体是报道讲，至少造成44个人死亡，有几10个人受伤。消息是指出，因为活动的舞台汹涌放弃，现场的民众是惊甲四处走结果造成人打死人。也毋过以色列媒体是指出，警方是表示讲，会造成打死人的意外，是因为有人绊倒人客人，所以真侪人拢绊倒，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目前事故发生的原因有无共款的讲法，佫需要调查。再来看土耳其的疫情是各个国家目前是欧洲感染率上悬的国家。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讲，29开始到5月17全国封锁，这是土耳其头一遍全国封锁，民众袂当出门，学校关起来，禁止旅行，嘛禁止卖有酒精的饮料。伫公路顶双向的车感受上无同款，要离开城市的车是排甲路长。因为土耳其疫情搁清源，29新增加37674例确诊，加339人死亡。而且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捌出现一礼拜平均一天增加6万例确诊，人均感染率是全欧洲第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自29开始实施全国性的大封锁，一直到5月17开斋节了后。Evet, son düzenlemeler. Mağazamızı kapatıyoruz. 17-18 günlük büyük bir tatile giriyoruz. Ne yapacaksınız? Evde geçirmeyi düşünüyoruz. Zaten bildiğiniz üzere seyahat kısıtlaması var. Virüsün bir an önce bitmesini istiyoruz. İşimizin başına dönmeyi çok istiyoruz. 路会看到真侪民众赶伫咧封锁进前去买各种日常用品，机场甲客运站同款人真侪。
因为真侪人归去趁封锁进前离开大城市，返去故乡，或者是南部海边啊度假。在封锁令以外，还有一道土耳其事务境内禁酒令。封锁期间禁止卖含酒精的饮料，有一款超市的酒类已经被买了。民众批评政府想要借这个机会，一步一步实施伊斯兰的禁酒政策。Ben de şimdi stok yapacağım. Benim şimdi pek bir getirisi yok yani bu olayın mantığına sızdığını düşünmüyorum. Ki zaten ben bunun koronayla alakası da olduğunu düşünmüyorum. Bu bence hükümetin, şu anki hükümetin bir düşüncesi artık hani şimdiden bunu kullanarak alkolü yasaklayalım. İnsanları ya böyle yavaş yavaş buna alıştıralım ki ilerleyen zamanlarda da artık komple herhalde alkolü falan kapatacak. 土耳其的人口8200万人，目前大概有2200万人自卫有放射。和外界批评是疫情升温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卫生部讲，为了要预防疫情的经营出问题，决定将辉瑞2剂自有放射人的时间，自4礼拜增加到6礼拜甚至8礼拜，并且赶紧买包括5国的有放射。Ülkemizde 2 aşı kullanıma girdi. 3. olarak ise Sputnik aşısının acil kullanım onayı için son aşamaya gelindi. Ve aşı tedariki için bir anlaşma da yapıldı. Türkiye, Sputnik aşısından 6 ay içinde 50 milyon doz almak üzere anlaşmayı imzaladı. 土耳其目前所流行的是传染力较悬的英国变种病毒株，不过最近伫伊斯坦堡也发现5例印度的变种病毒株。今年欧洲冠军脚球赛决赛5月29要伫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目前，奥卡联犹原决定照常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全球气候暖化，有研究就指出讲，全球除了格陵兰跟南极其他所在，所有冰川伫过去20年扬起的速度是拢真紧，嘛造成本世纪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升悬。像这种冰扬起的情形，因为气候暖化，这几年愈来愈常常看到。经过科学研究，发现全世界差不多所有冰河冰扬的速度拢加紧，也造成这个世纪全世界海平面拢继续上升。Main driver of that is temperature. It's hard to separate the fact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what is causing the melt with the fact that humans are. 这是伫咧科学期刊《自然》28所发表的上新研究，一连国际组成的科学家团队，透过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卫星影像数据，观察过去20年来伫咧地球上，无包括格陵兰甲南极冰界22万条冰川冰扬的速度，发现2000年到2019年之间，每年失去2671栋的冰。等于是甲瑞士规个淹伫咧水底下6公尺深。Unfortunately,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grow a glacier. Multi-decade, sometimes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years process. 科学家也对帕米尔高原的延伸、新都克什山、加喜马拉雅山等这寡提供超过15亿人口的水资源的冲击感到担心。冰河消息进一步影响的是粮食加水无够。We get this increase in melt, and that actually increases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that comes in these river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after a period of time, that stops increasing and then it decreases fairly rapidly. 透过科学数据也有影像，会当了解冰洋的情形。不过其实冰川的消息就伫咧眼前。墨西哥这个月23日宣告，因国家涌现冰体上顶的阿约洛哥冰川已经消失。政府也有采白亚标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29出庭，因为伊绝食抗议已经瘦22公斤。伊嘛公开批评总统普廷是一个无穿衫的国王，伊身躯边的人对国家的状况拢是讲白贼。因为罗西亚的政府对纳瓦尼支持者算忠孝，所以纳瓦尼伫全国各地头的办公室拢总关门了。Нет, меня вчера водили в баню, чтобы я выглядел приличным суду, чтобы я мог подписать. И там зеркало висит, я смотрелся, я, конечно, просто ужасный скелет.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结束绝食了，第一遍公开出现以视讯方式进行，
是因为2月份诽谤一位94岁离间老兵罪名成立，提上诉出庭。伊讲已经开始食物件，也批评国家怎么的经济状况。Ваш король голый. И уже не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мальчик кричит об этом, что король голый. Уже миллионы людей кричат об эт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Они привели к какому результату-то? Вот у него висит на ушах эта корона, сползающая на уши. Есть тонны вранья по телевизору, есть, конечно, огромное личное богатство. 纳瓦尼的律师讲，出庭期间伊的体重72公斤，1月17自德国登到莫斯科时阵，体重是94公斤，是因为伫咧监狱窒息。 Зако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было бы отмена и оправдание Навального. По этому делу, суд расценил, что наши доводы,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не. 伊讲纳瓦尼的盟友沃科夫宣布纳瓦尼伫咧全国各地办公室反贪腐基金会关闭，因为俄罗斯政府正计划将因列做极端组织，未来因办的活动会被处理，支持者会被按罪名。不过沃科夫讲，大部分的成员依然会有领导者继续以自主独立的方式进行社会政治运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来看台北市一个陈小姐，之前去电信行办代志，因为合约有一寡争议，陈小姐就用手机录影，也毋过店家不办找警察来处理。这位陈小姐就互警察带转去派出所。后来陈小姐是指控讲警察执法伤过超过，伊讲警察对伊喷辣椒水，佮甲伊扣伊卡扣。警方嘛回应强调讲，一切拢是依法来处理，因并无违法。 这个穿蓝色衫的查某人摕手机翕，警方伸手要解冻，无想讲两个人就当场发生第一遍的冲突。本来就是讲对方听可肯配合，不过这个查某人伫咧店内洗一年了，又搁坐转去服务台，尾啊有搁较侪警察换过来要甲人带走，搁发生冲突。甲人压起哩顺路车了，警方还搁摕辣椒水才甲伊控制掉。 把人带转去派出所，不过规个过程，警方被指控执法过当。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根本是故意喷我辣椒水，然后他们把我抬到2楼，把我丢在地上，把我丢在地上，然后把我上脚铐。陈小姐真生气，这起警方滥用公权力。 代志发生伫咧台北市永吉路电信行，陈小姐讲，迄当阵伫咧办退租，因为有合约的争议，所以录影采证。不过门市的人员煞报警，警察到现场也无公正处理，也搁强要甲押走。不过警方强调，一切行为拢合法。过程中陈女持续的拉扯抗拒，所以我们同仁就用防护型喷雾器来施以，并上铐。那我们同仁的这个使用警戒的这个行为。 经我们查处，过程合宜。警方讲，陈小姐迄当阵情绪真激动，加柜台霸占条街，还佫使用手机翕店内员工，影响店内正常营业，危害在场的消费者权益。安怎讲拢唔听，所以照社会法的规定多项调查，同时伊请台北地方法院，北法院认定陈小姐违法是事实，裁定罚款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有人闹事，分局长佮派出所的所长佮有副所长，拢已经调离现职接受调查。也毋过外界佮质疑讲，敢有施压还是关系？警政署长陈家庆昨下晡嘛，甲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陈家昌见面，要求局长甲手机交予刑事长监视，有必要的时接受测访哦。陈家昌是表示讲，伊愿意甲手机交予地检署，嘛会使来配合测访。 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和乌衫人撞入去闹事的监视器画面，敢若互人洗掉，互外界怀疑讲是毋是有人施压，或者是关系。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离告过澄清，警察的工作有些黑道他们抓过，所以可能会认识。但是不管怎样，我刚刚讲过了，这一道就是红线，认识归认识，但是绝对不可挂钩。 警政署伫陈家昌记者会之前，才发新闻稿讲，署长伫29月头已经约见陈家昌，叫伊把手机交予刑事局调通联记录，若必要就接受测访。我跟分局长绝对没有接受到任何的压力，或者是关说，或者是长官的交代，完全没有。我跟大家报告，我跟分局长愿意把我们的手机交给这个地检署。
让他去做手机的监视。如果说查案子的需要，要对我们测谎啊，我也愿意。陈家昌讲，正想要把现场90楼表的监视器画面提供给大家看，不过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检方认为无适合。因那分局长甲所长伫记者会对监视器画面的讲法前后无同款，伊讲是因为所长无向顶头报。所长啊，在第2天来上班的时候，副所长有跟他讲这个案子但是所长就错在没有往上报他自己进去看这个监视器的摄影资料，但是对整个操作程序不是很纯熟。因为未想也要操作，造成前所长柯淑环甲档案碎掉，甲前所长颜敏新拢被函上地检署侦办。究竟代志的真相是如何？恐惊只有等90楼庙的画面公开才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一间科技的农业公司对外宣传讲，伊要成做农业界的第一等，也毋过即马所传出讲，因欠人真侪钱走路啊，说你的负责人嘛已经消失3天了。嘉义县政府嘛介入处理，按说要伫5月初7日早起来进行落主的调解哦。婚林县嘛大约有300个农民受害，婚林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提供农民必要的协助。来到嘉义青祥农业公司，即马不得营运，袂少厂商听到公司好亲像资金就转出问题，赶紧赶到现场了解状况。因为这间菜市中小农业公司透过真侪合作社出货，即马法庭影响到真侪人。婚林县初步估计有300位农民受到损害。那目前侧面的这个了解，那大概知道至少有300多位的农民是受害。那于是县政府这边也跟行政处的法制科。还有就是消保官以及律师的这些顾问群，法律顾问，我们来组成应变上的一个小组，那也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原来受害的农民包括着种花仔菜、高丽菜的农民，有人一开始是有收到定金，收成了后却是找无人来收，有农民厂商是已经出货，却是收无汇款。就当看了新闻，今日来了解，我看伊还佫有一寡货，所以讲我也要来载到。目前状况是先辅导这些劳工来向我们县政府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我们也希望资方或者是负责人能够出面来一起处理这件事情。嘉义县政府表示，员工薪水的部分，资方已经透过律师通知因4月的薪水会照常发。为了保障清偿员工的权益，县政府也定在5月初7进行劳资争议调解会议。云林县政府也呼吁农民要找出相关的单据，要求赔偿，才当确保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台中一个囡仔和刘德教练涉嫌闹死，林本教育基金会早起嘛开记者会，呼吁讲监察院应该好好调查这事件。有学者是表示，伫国外，若说学生出问题，毋但教练本身爱负责任哦，且教练的这人佮有团体责任是愈大。七岁男童和柔道教练摔伫咧涂骹重伤，因为这个教练无教练证，无共党派立委已经要求教育部全面调查道馆的教练资格。台中市柔道委员会理事长竟然会出来说，柔道运动有段级就能当教练，这是个惯例，惯例可以当成是借口跟说法吗？为什么一个惯例就可以用来撇清责任呢？有教练证才会当教学，但是有教练证，敢是代表训练或者是管教无问题？林本甲前师大体育所教授谢心如，为过去真侪案例看到运动训练的暴力。这个阶段的小孩子不应该给他有什么很严格的训练了如果小孩子他觉得不舒服，应该是马上停止的。政大法学院副教授林家豪认为，就算证照的制度完备，是无法度避免训练暴力，应该比照国外，把选任甲监督的法律责任上大化。让举办这个任何活动的人都要知道，一旦他选任监督教练有问题，他将吃不了兜着走，他就会开始知道，教练我不能乱挑人，我一定要看看他到底怎么教。我就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小朋友。甲运动伦理、甲运动技术法律化，才袂大概发生，敢若表达危害。林本指出，今仔日会向监察委员订情，立案调查行政机关敢有疏失。记者林秀新、志明台北报道。
林务局为了要推广台湾原生种的食物特别选出5种伫花莲直接会使看到的原生种的食物，该印伫翠暗顶头，上紧7月份就伫林务局活动顶头送予民众。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了后，翠暗就开始不足到即马，什么色水同样的产品拢有。也毋过这几种食物型的翠暗，市民上也毋捌看过。这是林务局花莲林管处所设计，看到民众拢真介意。非常漂亮，这也代表我们的森林里面的非常美的植物。这样外表如果看起来的话是画风非常细致，然后就会让人家会一直想要看这样子。花莲林管处表示，为了要让民众更加清楚家己生活适口味有啥物食物，所以经花莲在地常看的5种原生种食物，希望人人看到食物就知影啥物款的物种，和森林成为人生活一部分。第一个就是台东火翅木，那还有我们泰鲁格利、罗氏盐肤木，还有山芙蓉，还有一种叫夷吾，这5种植物。那这5种植物呢，所谓的原生树种呢，就是在我们花莲当地可以在我们花莲长得很好的一个原生树种。目前已经印好2款，其他3款也咧配色，拢总有5000盒。预计6月底完成，上紧7月起会伫林管处所举办的活动上当作宣导品赠送，互未少介意食物的民众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病院应用10天的时间做出全球头一个验血，计使看敢有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检验系统准确度有8%。这个创新的技术伫去年底卫生福利部的署嘛已经审查通过了，会使来加做临床检验的医疗器材。只要抽1公6cc 的血，经过5点钟用机器检测，就让知影是毋是得到阿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失智症，精准度有到8%。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创新研发的阿兹海默症血液检验医疗器材。它是利用磁珠，然后呢去加上一个抗体，然后再去侦测那些蛋白。所以我们用超导的方式，所以你只要有很少的物质，浓度很低的物质结合在磁珠上面，我们就可以侦测得到。在那边开10年的时间，利用手中的超导技术，开发出超灵敏度的免疫自检量技术。会当正精准的测量出血液内面的类淀粉2倍，抑个到2倍含量，并且证实这2种蛋白质的浓度悬低，会当用来评估得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比传统使用正子短暂造影等检测工具更加安全，也较无辐射污染的问题。磁振造影毕竟不管是健保还是个人来讲，它的费用就是比较高嘛。那这个血液当中的好处当然是，你今天。你只要袖子一卷起来，抽个血，几 cc 的血就可以去送做检验了。在边讲，台湾失智症患者已经占老大人人口的8%，要到30万人。若是当量早确诊、量早治疗，若是当放慢大脑退化的速度，会当减轻照顾者的负担。这项创新技术去年底已经得到卫福部食药署的审查通过，正式成为临床使用的医疗器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屏东的万万乡开柑仔店的刘国林先生伊对20年前，在家厝里种一寡营养不良、畸形怪状的卜仔摕来雕刻、佮画色这几年来嘛，拢总有累积300多件作品伊的工作室嘛，请来真侪观光客，嘛真做是地方上一个真有特色的景点。这看起来亲像是茶的艺术作品，其实全部拢是刘国玲无师自通，用家己种还是厝边种的相关的卜仔创作出来。觉得他弃之可惜之下，就拿来做传承妈妈那种客家的萨满啊，叫谦道淳朴的精神。我把它化腐朽为神奇。积沙成塔，一颗一颗慢慢的，甚至在外面结已经有40-50颗，甚至几百颗。经营柑仔店的刘国玲，强调创作是兴趣，唔但会当将厝内底无爱滴的卜仔搁再利用，也会当帮助村内种卜仔的人，同时嘛会当增加艺术气氛。大部分都自己，目前这些作品都是大部分自己在的。现在外面那一些切黑薄，已经木质化的作品，我跟阿婆。因为我同情他们那个10块20，我100块跟他们高价收购，但是在我手里100块可能会变成等等的无价之宝。刘国玲的作品当中，除了保留卜仔自然造型，嘛会写着款式良言，也是设计成奇景。师傅这边的葫芦每一颗都是他呕心沥血的作品，那真的是鬼斧神工、精雕细琢。对，那他很多
它上面都会写一些很有意义的字语。 对哦，比如一些我们要敬仰老师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刘国玲强调，家己的目的唔是要卖，主要是要当作礼物送啦，帮大家介意伊的作品，欢迎来办乱欣赏。在伊手中，种布啊未变菜瓜，是变做美妙极艳的艺术品。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屏东的山地门乡公所的原住民文化馆哦，最近是举办排湾族的七头米仔展览，内底有一寡因家己开发的七头米仔是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我可以在这里帮孩子养。茶做的马椅，原住民风格竹仔台，各种竹仔做的七头米。屏东山地门安埔部落有东卫王国之称，经过15年，开发出800种的传统七头米。最近举办七头米的展览，除了会当欣赏台湾的艺术品，也会当体验感受原住民七头米的趣味性。我们很高兴安坡的童玩能够被发现。另外呢，我们公所的排湾族文物也非常的多，我们也借着这一次安坡童玩的策展，也呈现我们排湾族的文物展。安埔的铁头米仔利用山拿自然资源，伫生活内底敲出无共款的趣味，每一项作品拢充满先人的智慧，甲部落族人的回忆。排湾族真的是很有情感的一个族群哦。 把生活里面当作是一个乐趣，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可以从里面找到童玩的乐趣，也可以创造出无上限的童玩。沙地门乡公所表示，展览会到6月30，欢迎民众到店来，透过安埔的石头米仔，甲台湾的文物展览，互更较侪人看到文化的传承背后意义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 歌戏的国宝，台湾第一口段廖庆基老师，伫母亲节进前，用伊沧桑的歌声哦，唱出伊前半世人真辛苦的故事。也毋过廖庆基老师的艺术，就亲像伊的人生，是愈画愈精彩。 查某囝唱出对妈妈廖庆基为歌戏无年无日伫咧付出的感慨，艺生也唱出对廖老师遭遇不幸的种种。唱词对歌戏国宝廖庆基自传淡水牡丹所来，描写廖庆基甲阿嬷马孙仔2个人的感情，也阁有家己经历的苦楚。2008年，廖庆基宣布离开舞台所属的代表作，当初时就以歌剧呈现这出淡水牡丹。人讲四盆牡丹白四味，无风无雨花袂开，等待3更当落水，当落花心。 花招开，20年过去，台湾国乐团组织真侪高人，以戏剧扮演廖老师行过黑暗、开机、散休。那我们提出很女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不管这孩子是如何来到的，孩子跟母亲的缘分，从女性的主体来看，他不会被任何事情改变。古早人讲都爱认命，认命就生死。 当然是人命的中间是迄个心足艰苦的，也毋过人生如戏，总是过去安尼。做戏超过1架子，今年86岁的廖庆基老师是4个囡仔的妈妈，也是歌戏的国宝。希望这出新的《淡水牡丹》会当安慰迄寡遭受苦难的人，勇敢活出更较水的花蕊。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 屏东潮州幼儿园为了要让小朋友认捌台湾传统的戏曲歌戏，请来专业的歌戏班来教这个囡仔唱歌戏学台语。这个学期要结束之前这个囡仔嘛家己来搬一出歌戏，展现成果。 囡仔唱出歌戏，上唱阁知影爱比，因当咧排练명부3000的故事。唱出来，唱出来！来，走过去，走
教这阵囡仔是棉花园第3代秀花园剧团的团主，伊帮囡仔改编这出10分钟的戏曲，准备学期结束上台表演。先互因知影歌戏的曲牌安怎唱出来，安怎样讲口白，所以伫内底有曲牌，有口白，啊，搁有戏。听久了后，因就会晓唱啊。然后因的接受度嘛介好，因唱了介欢喜。其实这囡仔才学了无1个月，真紧就会晓唱歌戏，自然嘛会晓讲台语。好耍啊！好耍啊！上好耍的所在伫倒位？上好耍的所在伫唱歌戏。因为咱的歌戏，咱的戏曲内底，拢总基本吼，伊演出拢总用台语吼来演出吼，啊，所以照着吼这个歌戏在地的特色吼，啊来教这囡仔了解吼，啊会当顺续来学咱的台语。唱歌戏学台语，这是潮州幼稚园台语浸水式教学课程。因是第3档申请计划，唔拿唱歌戏，对幼幼班开始做运动，老师会讲台语。一般生活课程、节日活动嘛拢用台语。潮州7成的人母语是台语，囡仔背煞拢无啥会晓讲。加在真侪人厝内有阿公阿嬷，老师嘛发现，这3档内囡仔愈来愈敖讲台语，逐听逐讲台语就会进步。记者邓家文、赖伟做屏东报道。中国东北乌龙江省最近有一只野生的虎出现伫庄头，乌白冲、乌白龙，甲大家惊甲要死哦！后来警察向这只虎开枪，甲虎注麻醉射，才结束将近10点钟久的虎射家这场闹剧。画面中，这只野生的虎走了真紧，头前有一位女性也未反应过来，就会淹倒伫涂骹。代志发生伫咧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当地时间2、3早起，一只野生的西伯利亚虎出现伫咧一个村，走过田地，甲一位村民淹倒了，看到边仔有一台车经过，又搁冲过去。快跑！快跑！是啊！快跑！边仔人一直喊，开车人真紧张，要玻璃互这只虎弄破。上早发现这只虎的村民讲，早起伊看到这只虎眯伫咧电线下骹，要人愈来愈多，伊就四过走。跑过来一看，哎呀，这不老虎吗？它在那个边台底下趴呢。他们一开始呢是在车顶上，这老虎就惊动了，就又跑到我家后面垃圾。这只虎伫咧村内边拉扫几点钟了，眯伫咧一条高架，警方要封锁现场，用麻醉枪解麻醉。送去保育中心，才结束10点钟的虎射过的事件。头前看到互虎淹倒的迄位妇女，送病了已经无代志。西伯利亚虎是高度濒危的物种，全世界只敢若存几落百只，其中20只出现伫咧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嘅学者讲，最近半年伫咧黑龙江甲吉林几落遍发现野生的西伯利亚虎。显示因的数量有增加，活动范围也变宽，因也教民众若拄着虎爱安怎应付，以免搁发生人甲虎的冲突。公司新闻齐欢玲编辑。来看好莱坞的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伊用3档的时间翕一出以海洋为主角的纪录片，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北海岸的家族因神秘的世界。这部海洋的秘密纪录片是电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麦隆用3年的时间翕的，也看到北海岸是囡仔的所在。This is the birthplace of countless generations of belugas. Everyone in this family was raised right here. 有真多海岸亲子活动的画面。Brian follows the calf to its mom and gets a rare glimpse of humpback whale kinship. 卡麦隆讲，为了要拍这部纪录片，因事先有做功课，团队是行遍全世界24个地点，无论早暗半冷，无惊冰天雪地，一遍一遍耐心的等待，就是要翕到上真实的画面。You have to know where to be, to know where the whales are going to be, an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patience because the ocean will frustrate you 10 times and then maybe give you a gift once.
为这部纪录片配音的吕明清受过年回复，讲对内面的画面也真感动。Their ability, their intelligence is so comprehensive, and is about culture, music, communication, customs. It's just extraordinary. 在纪录片内面会当看到，原来海洋甲人类同款有各种情绪，有高水热烈一面，也有悲伤愤怒的时阵。卡麦隆希望透过这部片，让世人对海洋有更加侪了解，同时也提悬大家的保育意识。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1下晡3点，咱再会。